我好不容易给弄出来了。来，小乖乖。呀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他找点吃的呢？你打算收养他？我是想啊，你嫂子能让吗？啊？他好乖哦。哎，你喜欢就好。打算让我收养他？以前你想养狗，你妈不让，你就当是帮李奶奶养的。我先带他去美个容吧。这么快就决定了吗？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洗香香啦，香香啦。榴莲，你回来啦！别动那根花。窗口灰太大，我顺道擦擦不费事。谁让你叫阿姨来家里的？我不是想着早上把厨房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所以我就想说请一个阿姨，这样不是收拾得更干净一点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……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迪斯科球呢？然后是不是那个玩具球？我看它电池漏电了，可能已经坏了。经过这个美女同意，我把它扔了。谁让你们乱动我东西的？球吗？没有。啊！阿姨，你放下！你放下！这个女孩子很听，神经病。球。我不是有意要扔你东西的，我以为那些是不要的。我想着家里可以更整洁一点。这是我家，哪来那么多以为？对不起，我把你一块儿。起来！不疼。哦。你们三个站好了！丢死人了！这把同学打成这个样子。妈，你这血盆大口太红啦。有吗？别岔开话题。哎，榴莲妈妈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我也十分理解。但是家庭教育还是需要重视的。母亲啊，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对，李老师，确确实实都是我们榴莲不对。我没错，谁让个谁，谁倒进去。哎呀，臭丫头，你还有理了？赶紧向同学们道歉。那。赶紧道歉，我的舞蹈课要迟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I'm sorry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李老师，这已经道歉了，我们能走了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同学。你们三个站好。哎，你说你们三个小男生怎么能欺负一个女孩子呢？太不像话了！你老看着我干嘛？真不知道，你把自己打扮那个老外婆似的干嘛？你这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你没有审美。你不问我，我为啥打架？你打架总有你自己的理由，你想说的时候呢，就会告诉我。学校里语文课的时候，他们都叫我克隆人，说我没有爸爸，是无性繁殖低等生物。我决定反抗，不忍受他们了。听他们胡说八道的。你不是克隆人，你是试管婴儿，你是科学的结晶，你是高等生物，你比他们都厉害。他们是因为嫉妒你才说你的。
不过你要是再这么打同学的话呢，我估计你以后啊就没什么朋友了。哎，那我真的没有爸爸。我就是你爸爸呀，我又当爹又当妈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哪有爹妈会自己去跳舞，把女儿留在家里呢？那等你长到18岁啊，你快长大的话，我以后就带你去跳舞。等我小学毕业了，等我长大了，等我有钱了，等什么大等等呢？快跑，来不及了，上课。你来看李奶奶了？我来了，等一下啊。哎，榴莲，哎，这洗澡了吧？这是？这一美容变了一个样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他好乖呀！哎，你就没有别的形容词了，就这一个词说了一下午了。他真的好乖，但是我养不了他。为什么呀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他真的好乖，但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他看着我只会受苦。老叔，啊，榴莲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你别哭啊！啊，你这好，不哭。你帮我给他找个好人家吧。哎呀妈，你怎么还哭上了？你帮我给他找个好人家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啊？吃榴莲吗？来，跟你分享我最爱的美食——榴莲。那，这个榴莲呢，活血化瘀，比你贴那些暖宝啊可有用多了。谢谢。榴莲，对不起，你没有再生我的气了吧？我这人呢，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是从来不过夜。哇哦！那你刚才是不是哭过了？没有啊。我知道经历这么大的事情，流眼泪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你就不要憋在心里。一直憋容易憋坏的，有毛病吧？怎么着啊？世界如此美好，我却如此暴躁。老爷。衣服买回来了，试试呗。不用试啊，有领子没有？有啊。有领子就不用试了，一会儿闲了我来试。哎，你现在试试大小，要是小了还能去给你换去。我有事啊。你要是闲了，就帮我把屋子收拾收拾啊。哦。
原来人的记忆真的是会错乱的。他让我们记着一切人说过的话，却不愿记住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我的记忆也在这一刻错乱了。它错乱到，我记得老爷15年前就戒了烟。我想人的内心受到社会的束缚越多，就越孤独。既然孤独难免，何不摆正心态接受它？可能就像林小姐说的，能解决孤独的办法就是去享受独处。毕竟终其一生，相处最久的人是自己。你说呢，老爸？